台湾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今日看到新闻的头条内面讲到，罗西亚因为莫斯科建成875栋了后会放烟火，但是因的前线却是失手当咧导火。乌克兰讲，若是当天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束战争。当天若是无天然气，法国讲要来挺德国，共同来对抗着罗西亚。欧洲这次是论真要来硬到底，全球通货膨胀是未了事。搁咱台湾除了化烧，搁要来看啥物呢？今日全盘来讨论。咱今日现场来紹介到來賓，頭一位也是咱林正義林老師，也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大家平安。是。那麼第二位呢，也是咱資深的軍事記者郭豐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是咱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員高仁山。大家安安，大家平安。那麼第四位呢，真特殊，是咱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的這個訪問學者。也是烏克蘭人迪馬先生，迪馬老師，迪馬老師。那麼另外呢，在線頂也是咱政大羅西亞研究所的副教授兼任所長的魏必國，魏所長。主持人好，大家觀眾大家好。是，咱今日看到新聞吼，頭條攏講到咱這個烏克蘭取得了勝利，會使講在5天之內，吼。得到的收穫的，比這過去這5個月以來，羅西亞所取得的土地更較濟，2000多平方公里。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毋是一個宣傳啊？呢？結果斟酌啊看，事實上是真正的哦。昨暗暝啦，來發表了講對抗羅西亞講哦200天的演講，伊正式來講啊。烏克蘭已經收復了烏東、東平3個重要的都市啦。咱來看這個重大的這個軍事勝利。當地居民熱情相當歡迎烏克蘭軍隊的來到。烏克蘭大規模反攻行動11收復哈爾科夫北部14公里，這個和俄羅斯佔領達到半年外的村莊。Сьогодні 11 вересня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у нашому рідному селищі Казача Лопань. Ось як місцеві мешканці зустрічають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1發表對抗俄羅斯侵略戰爭200天的演說，證實已經收復烏東城市、інІзюм等3個戰略當地。Дорогий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народе, сьогодні 200 днів нашого спротиву, нашої боротьби, нашої вітчизняної війни за волю, за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за право бути. Охтирку, Суми, а зараз Балаклію, Ізюм, Куп'янськ. 烏克蘭當局指出，俄軍在哈爾科夫至少收復10個聚落，不過俄軍在放棄哈爾科夫佔領區的同時，也對當地火力發電廠發動攻擊，引起大火，佫造成真濟所在大規模的停電。官員表示，俄軍這個舉動是報復性攻擊。俄羅斯國防部證實，部隊已經為烏東的巴拉克列亞甲伊久姆附近撤退。伊重新部署，佮強調，有緣會繼續對哈爾科夫附近發動攻擊。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и артиллерия наносят высокоточные удары п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и резерв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不過，烏克蘭軍隊為南部一路向東部反攻，顯示烏軍想要在頓涅茨克甲盧甘斯克邊界開一條新的戰線。這表示俄烏戰爭將進入新的階段。俄軍刷落來，就愛想辦法收掉因過去6個月佔領的烏克蘭領土。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咱來歡迎啊，回到咱現場。其實咱在現場吼，有一位烏克蘭人。那麼看到這戰爭，咱的心情實在是沉重的，吼！而且一方面啊，對到這個現主時的這個氣氛，感覺真奇怪。首先你來看，200天，那麼專然會收復嗎？但是一方面，莫斯科咧慶祝因875週年的這建成，另外，普京咧創啥？
替着摩天轮来剪彩，结果因的军事网红啊，哦，气到要死，讲哈，即马这头前已经咧生活啊，啊你还搁咧剪彩，你是啊老神在在，是安怎一回事？另外一方面，伊老战友，这个车神啊，共和国的领导者叫卡扎罗夫，吼，伊后就讲哦，你讲哦，恁来放弃着1995，你犯了战略的错误。若无改变来战略哦，我是直接要找恁老大要来普京啊，要甲恁讲，这个现主时呢，这个气氛，这国内国外吼，到底是啥哪一回事？先咱请这个林老师来甲咱解剖一下，互咱这个观众朋友头一个有一个所想讲，这个现主时是对乌克兰有利，还是对罗西亚有有利？咱知影就是一个大一个小啊，吼，这个。罗西亚大，所以罗西亚以这200几日啊，伊的战争的表现，互足个国家吼都跌破眼镜啦。对对对。啊，不管是伊朗还是中国，吼，都感觉这个罗西亚不应该安尼表现啦，吼。啊，但是对乌克兰本身，有法度以这200外日，有法度来坚持落去。我感觉一点就是讲，互人会当知影，小的国家对大的国家，无一定，阮也有可能战赢。吼啊，但是咱即摆会知安尼讲，就是讲，乌克兰差不多20%的领土是这个罗西亚来占领。虽然讲有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但是这是算足小一部分。但是伊更重要来讲，互这罗西亚、互普丁知影。伊个继续战争个伊拍落去，无一定会取得胜利啊！吼，所以爱考虑佮用另外一种外交的谈判来彼此来调停，彼此来。所以李佳老师你也看吼，伊内部吼，譬如讲因的St. Petersburg，因的某一个这个区的代表发表讲，你拜托你着爱改对你的职务，要甲普京吼，要不讲叛国罪啊，吼，要甲指控。虽然讲吼，这个新闻吼，在这个国内外吼，无引起了这震动，相当程度来显示讲，其实伊国内嘛毋是讲完全一种声音哦。确实有影，就是讲这个当然战争这个普丁伊要负全部的责任，吼。按讲战争伊足底来结束，当然这个对普丁来讲，伊有定本地是2024年的5月。伊个要选总统，伊个要做总统，对而且个会当个连任，吼一届就是6当，但是因为咱看去200几日的这个战争的发展，我感觉对普丁来讲，伊足济压力，反对声音，吼为罗西亚内部，佮为其他的国家，甲欧洲的国家，会使讲完全都变做敌人啦，吼，无甲支持啊，对啊，是。另外一方面吼，有人讲是伊犯了战略的错误，佮无清楚。咱来请教着洪总吼，你来甲咱分析，到底是罗西亚是初开始的时阵，伊的战争的策略就是无清楚，到底是要拍人，是要拍到倒，还是要讲来占领这个乌东的两州，安尼就好？到底是安怎？我感觉是普京伊做这代志伊无讲清楚过。虽然伊宣布讲迄阵叫做特别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你若讲要战争，因为战争这个词，像李老师个真清楚，你讲战争，这规个个无共款，参你所谓军事行动，其实卡一大坎。你讲出来时阵，毋是讲你讲了就煞，别人就开始去找证据。是安怎你要讲叫特殊的军事行动，都无爱讲战争咧？是毋是你的准备无够？还是你实力无较到遐？咱准备甲实力无共款吼。实力是讲我本地本质个好准讲体质好，叫做本顶。准备是讲我有去练健身，我有去练功射击啦啥物遮有诶无诶，啥物卡拉 OT 遮有诶无诶，这无共款。所以伊讲出来时阵，其实虽然讲是讲，有人讲这是讲好听的啦，其实伊要全面战争，伊要全面战争全面侵略。但是咧，我感觉伊这个词的时阵，就表示讲伊心内有一寡无把握，
哦，这个无拍就是伊战略的这个问题。是一拍开就知影啦。无拍进前吼，大家拢讲战争拢足够讲的啦。真侪专家嘛是讲吼，去肯定讲，普京讲因真牛，但是咧，你也讲是为宣传面去讲的，甲实际去拍出来，咱这落差个真大。即摆看起来就是安尼。是。啊，佮有伊无算着讲欧洲则挺乌克兰，因为伊还未加入欧盟嘛，吼。啊，北约佫无可能，北约佫较远，对无？因为这内底要过这关，也毋是讲普通的问题尔。你讲加进前讲，规个国家要入去北约，讨论到遐去讨论去就讲，你要先过我这关啊，因为恁老无和我有关系啊，对无？你和我有关系，我不准就不准啊。啊，这个是普罗讲吼，普京伊遮的问题就是讲，伊拍这个战争进前，伊到底是毋是跳过一寡伊爱考虑的问题？但是伊政治的目的上动机真强，因为对伊来讲吼，伊真进前几下届选举前个讲到要水个拢全部拢讲到飞天遁地，讲要恢复咧罗西亚人的这公园啦，吼，要比迄个因的斯大林因更较牛个对啊啦。这项迄个对话迄维尼嘛最像的，哦，侬要超越这真假吼。过去的人，王总，你头有讲到吼，讲到讲，这欧洲之处吼，大家硬咧真正真心咧听吼。我小段会邀请咱线顶的这个魏教授吼，来甲咱解说吼。咱头也讲到吼，实际上这个战争看起来敢不对称的这个战争，但实际上呢，乌克兰会当讲打遮久，在数人吼刮目相看呐。咱现场吼请来了这个乌克兰人吼的迪马老师。可能以乌克兰人乌克兰人的这个标准来看，当时候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自己人怎么看待这个战争？然后觉得有办法打这么久吗？有发生过这样的疑问吗？就是要说有两个点，就是战争之前，就是一块人就是觉得我们会很快占领了，另外的块人就是已经准备打仗。真的，我们就安排了明天组织，就是自己，就是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老百姓准备打仗，然后打仗开始以后，就很多人自愿去参加军队，所以其实大家心里头都已经做好准备。是的，而且是战争不是2022年开始，它是2014年开始。所以很多人已经参加了那个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就是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区，所以有很多那个已经预备的人，就是已经参加了这个大战争，就是然后他们好像是首先去连接他们之前的那个单位，就是军事单位。是。所以迪马老师的意思哈，我大概来翻译一下哈。他说伊意思是讲，其实这场战争不是对2020开始的，其实对2018进前对克里米亚对这个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咯，大家都有咧参与，所以全国的气氛里面，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准备，吼，都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吼。咱就在线顶要来请教，咱的这个魏教授，咱来请魏教授来甲咱讲，咱头仔有请到这个林老师来讲到讲，这摆欧洲吼是安怎会在大家硬真心看起来是真心来帮战着乌克兰。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安尼，就是讲伊即届俄罗斯啊，伊即届讲出来诉求是讲要这个历史的疆域吼 ，historical land。啊，这个问题，这个其实伊是违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的国甲国的界线的界定吼。啊，伊安尼会破坏规个全欧洲的界限的大乱。所以我这个是真重要，就讲伊用这个诉求讲，会当安尼破坏一个国家的主权，会当派军队去占领吼，去拍甲基辅。我这个是
违反欧洲的对疆界的划定。啊，第二点就是对这个共同的价值，尤其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个价值的这个破坏吼。所以即摆你看欧洲大团结，甚至本来是中立的芬兰啊，甲迄个瑞典，因即摆拢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NATO， 啊，甚至德国，伊即摆投入真侪资源，去现代化。是，咱来回到现场要请教到咱的高教授教授他魏教授伊的讲法就是讲，欧洲是即次因为普京当着这个历史尴尬，所以呢，大家才来真着惊。但是另外一方面，咱来看这个过程当中，譬如讲德国，伊嘛是初呢饲一个，咱敢真心对着这个欧洲各国来讲，应该是真心要来甲帮战。是啊，其实讲欧洲对开战以来其实因拢是第三者的眼光去看这场战争，因为毋是你我的后裔着火嘛，是毋是？迄是你乌克兰你着火，离法国离遐迄个足远的啊。但是对德国来讲的话，是你隔壁，因为德国隔壁伊就差不多咧乌克兰，所以照理讲德国爱较紧张才对。但是为什么德国咧这场战争内底，敢若伊咧办核事佬嘛，是毋是？伊嘛其实伊就较无紧张。伊也想要做公亲啊，对，想要做公亲，所以甲法国总统两个拢想要做公亲嘛。但是呢，大家嘛知影讲，欧洲就甲罗西亚买天然气嘛，对毋对？所以自你讲普京，你讲我北溪2号无开，无开无要紧，搁有一个1号嘛，所以继续欧洲继续甲罗西亚买能源。罗西亚嘛知影讲，欧洲无罗西亚的能源，足歹过日的啦。为什么？因为冬天要来啊，冬天来所有欧洲的这个城市，拢零下几啊度。啊，你无这个罗西亚的亚速天然气，来燃烧的话，会寒死人，会寒死人，比战死更加可怕咧。所以毋是干那讲，毋是干那讲这个亚速天然气，来得到这个得到这个烧气的这个问题。因为咧天然气佫有发电啦，因为欧洲即马，大家你讲咱讲绿色的能源嘛，袂使碳排放嘛，所以亚速天然气是一项足重要的这个发电的这个能源。所以其实讲罗西亚就掠着这个欧洲的这个拿后嘛，所以你讲看欧洲其实因是被动的咧反抗，被动的反抗，伊绝对无可能主动，一定是。北约来讲咱可能提供什么武器，所以当乌克兰你甲欧盟偷武器的时阵，真侪国家嘛咧小可安尼，美加德国就是足一个足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乌克兰甲德国偷因的迄自走炮嘛啊就一直敢卖敢唔。所以这种内底就观察出来讲其实欧洲对罗西亚的这个态度足暧昧啦，足暧昧伊反而讲美国搁较远，美国搁较远，但是咧美国其实是源源不绝的你迄个支持乌克兰其实你过来看，甚至美国的民间咱讲 Tesla 的头家。咱讲 Starlink 嘛，卫星，伊就用卫星来帮助乌克兰恢复伊的通讯，伊才有法度继续安尼建嘛。所以其实乌克兰咱讲会使挡200几工，当然第一个爱是乌克兰因家己的人民有这个觉醒，讲阮是为生存来战斗，但是呢，罗西亚是为了侵略来战斗，这咯。输一看起来，罗西亚安尼就输一看起来。在土地上呢，输一看。第二个呢，乌克兰的朋友有足侪
你甲斗相共，但是咧，罗西亚因的朋友有倒一国出声吗？到即嘛，伊讲无讲，我帮助，无人讲赞声，无人敢赞声嘛。所以咯，即个政党，咱就看讲，输一坎哦，乌克兰这边后壁的朋友较红声，对不对？哦，所以一直战到即嘛，到即我是看讲吼，其实美国在即场战场内底，伊伫后壁有主导权，哦，但是伊无希望讲。接紧就放罗西亚解释。干嘛你讲？这我来问郑基老师吼，你有同意高教授的看法？讲其实美国无爱这个战争接紧结束。应该安尼讲啊，吼，美国的国防部长捌一届有安尼讲过啊，但是并毋是讲这全部美国的政府，也是美国一般的媒体做主张的。做主张就是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要用外交的谈判，而且要为乌克兰甲罗西亚来谈判，吼，其他的国家要尊重这乌克兰伊的决定。会再讲就是讲大部分啦，主要的大部分都是希望这个战争会当紧紧来解决，吼无想讲吼。要利用这个战争来拖累，和这个罗西亚变成一个衰退的强权，所以应该是希望这个战争会当紧紧结束。是，那对于高教授的这个观点，洪总你敢有同意？等一下我也来问一下迪马老师哈，就关于美国人希望这个战争继续持续下去，还是赶快把它结束哈？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我现在请教一下。洪总，我是感觉讲，这和美国本身内部政治足大的关系。因为过去做一人批评讲吼，不是这个家庭吼，为着因家己的利益吼，要发动波斯湾变战争，发动两届，对吧？唔是干安尼尔。做一所在发生一寡冲突吼，美国人伫内底角色是啥物？其实有真侪人去找证据啦。我是较无法武断讲吼，一定是安怎？但是只要你做过，你有留一寡这个证据吼，有这个证据去用扣掉吼，去用批评。所以我感觉不是甲即马的拜登是无共款的。拜登伊较强调伊民主党一寡传统的价值，就讲强调讲咱尽量去用各国的力量吼去抗普京去做一寡代志，吼，莫讲遮残忍嘛好，莫讲遮。别人这拢无所在通活啦吼，莫安尼，是讲想讲我用谈判来解决这个冲突。但是讲谈判的时阵，什么人在谈？是我美国人谈的时阵主谈，你罗西亚讲有听我的，所以这是最大问题。所以我感觉讲，是毋是美国人希望这战争紧煞，还是拍较久，已经毋是决定这局的主要因素。是。美国会使做的其实是颠倒讲，准讲乌克兰人民大部分拢决定要拍到底的时阵，你美国的道德的关度要安怎维持啊？要停到底？要安怎停？佫有安怎停哦？毋是讲毋是讲停到底表态尔哦，是咱咧看讲你出手是大方，还是讲哦，靠地下底被棒子摕出来拢无，安尼袂当。这个我要请教迪马老师。如果美国人他愿意挺下去，他会真心的来帮助乌克兰，乌克兰会打到底。就是美国的那个军事就是一个人来参加战争吗？是，就是这个，就是好像是乌克兰接受国外来的志愿者，军事志愿者就是接受，但是战争开始以来。问题是这个志愿者太多了，真的资源太多了。资源太多了。对，然后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军事的经验，所以好像是先乌克兰接受了所有的，但是发现很多人没有那个不会使用。对，没有什么使用，然后就是还要教他们怎么战争，然后但是反正有很多。专业的军人要去来参加，除了美国有巴西，有欧洲的国家，有挪威，有日本的，
我也碰到台湾的志愿者去乌克兰参加那个去乌克兰东部，所以他们不是 mercenaries， 这个是专点，是很多他们不是挣钱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心里有这个有正义感，有这道德感，心里的动力，就是去参加，就好像是参加这个 unfair game。所以迪马老师，您刚刚有谈到说，其实这场战争现在对 Zelensky 对你们的总统来讲，或者对很多乌克兰人来说，这一次已经不只是维持乌东给你俄罗斯，我要全部通通要回来，是有现在这个状况吗？有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方式，有的人不同意，这个要比较做比较深刻的研究，因为这个8年以内对乌克兰那个东部，乌克兰的人有的人说我们必须留下给俄罗斯，就是留下他们自己生活，但是反正乌克兰的政府还继续接下来做一些讨论谈判，然后这个 Minsk 的那个协议合约，对合约，所以乌克兰尽力了，就是让顿巴斯回乌克兰。是，我大概整理一下哈，而且经历者，他在迪马老师所讲的啊，三个重点提一个，就是吼，即马吼，全世界援助太济啦，真济人吼武器来啊，佫唔知要安怎使用，吼，这是重要问题。但是真济世界各国的人，拢去到乌克兰来斗相共，包括咱台湾人，哦，这拢唔是为着啥物，为着要来做生意，唔着要商业的利益，是为着道德，为着政绩。哦，这是第二点。志愿军不是佣兵哦。志愿军哦，不是来提钱哦。佫唔是来提钱的哦。那这第三就是讲吼，这场战争要来拍落去，请教洪忠吼。你这场战争要来拍落去，除了家己人民有决心以外，这个当天咱看，这个铁军，吼，这看起来是铁军还是失败？哦，这你会判断的。我感觉可能吼，铁军有一部分，但是咧。铁军有决定的时阵是啥物决定？伊也准讲已经是有真大伤亡，也是讲像拄则我看咱一寡社团吼，伊咧传的讲，甲一个旅的一个 brigade 吼，一个旅的差不多几啊千人的部队的指挥官，去用掠咧倒伫草地顶，裤去用脱落来，则歹看的情形的时阵。表示讲，这个部队输甲足惨的，指挥官叫掠咧脱裤，这个情形其实对普京来讲，伊足无愿去面对，无民主，所以可能做一个拍一个算盘，讲这个部队较烂的吼，我紧甲抽转来，避免更较大伤亡。但是阮对我讲，咱对我讲，这一九五遮吼，在拍的时阵，其实伊知影乌克兰军要发动突击。伊知影哦，有迄个信号，有迄个情报啊，紧调1000人去，其实根本嘛救袂过来，来不及。所以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伊主观吼，感觉讲我无想要讲伫当天来进前就去互拍甲较惨，但是第二咧，乌克兰无遐被动嘛，我也准讲一定我的这指挥官吼叫做这个Zelensky 已经下令讲，阮就是要甲乌东这顿巴斯拢要克落来。克里米亚嘛要下落来时阵，其实我感觉这个决心吼，会影响到所有人作战的这个意志。大家拢袂记哩，人就是人会去影响。所以你表现变做讲，就算拄则咱迪马讲，有诶武器真好来，乌克兰人有诶还未训练好，无啥还要用。但是咧，搁有一撮时间。搁有这个机会，搁后壁这个规个情绪吼，情绪这个气氛，变成讲，咱要赢，这个时阵就无共款咯，拍起来就无共款咯。是。可能本来讲我精神意志也真重要。就讲这飞弹骑到头要开的时阵，本来讲足重的，但是换这个情形来时，哇，偌拍，逐拍嘛拢准。是。这个一方面吼，嘛有人安尼讲哦，要请教高教授吼。某人安尼讲哦，在进前，普京无发动这个乌克兰战争进前，世界上吼一直有一个呼声讲啊，中国吼已经变老大，你
罗西亚已经变老水啊，吼。结果有这个乌克兰战争了后，大家咧看到讲，又有能源，又有天然气，煞来变做讲吼，伊变做个再生强权啦，佫通好起来恢复这个全球性的影响力，创甲呢，大家这通货膨胀啦，安怎大家拢像咱节目爱来开时间来甲讨论，你安怎看？其实咱安尼表面甲看罗西亚敢若即摆战争摕到真侪眼光啦其实我是感觉内伤着不哩大啦内伤着不哩大啦因为你来看嘛，你一个战争的时阵你会使讲前线死遐侪人，转去搁继续庆祝讲开城700几年放烟火庆祝敢若完全无代志安尼即招以前蒋介石你中国嘛用过啦撤退的时阵搁爱庆祝一下这就表示讲咱讲打肿脸充胖子嘛，是毋是？你后真正你撤退的时阵，大家应该是讲有迄撤退的迄个技术嘛才袂讲扩大迄个战场该登就登所以变成伊是你演一出戏。但是咱讲虽然伊即马暂时撤退，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甲美国拢感觉讲这可能是暂时的呢？因为咱讲以罗西亚来讲的话，伊的核子威胁还袂解除，核子威胁还袂解除，而且伊真侪即个讲迄个正规的部队甲突击队，即个重武器还袂投入，还袂进来，还袂投入，所以真侪讲这咧判断讲伊敢若有底牌还袂亮出来咧，所以讲真侪讲西方国家甲欧洲国家无讲真笃定讲即摆战争安尼结束。另外就是讲，咱若讲一个战争会安怎结束？通常是有即个征调出来啦，征调出来就讲伊的银行差不多无钱啊。开始跳票啊，啦，借钱借无啊，也是武器买无啊，资源买无啊，粮食用完啊。罗西亚敢有这种情形？以上情形，罗西亚拢无。以上情形罗西亚拢无。所以嘛无法乐观的对乌克兰人来讲。所以来讲，以这补给的这情形来看，就是讲西方国家甲罗西亚安尼制裁，但是呢，这制裁。似乎是有漏洞啦，有真大的漏洞啦，这个漏洞咧，咱唔讲指明讲倒几个国家啦，但是咧明就摆喺遐嘛，有证据显示来讲让大家当石油，但是这个国家就石油一直买嘛，所以伊摕无现金，袂使用美金来买，所以伊用人民票来买嘛，用迄个虚拟货币来买嘛，所以对罗西亚来讲的话。这场是有内伤，但是唔是内的重伤，唔是内的重伤。伊若是要搁爬起来，主要讲欧洲继续买能源，再对于友好的国家继续买石油，伊也是会使足紧的搁爬起来。是，主要是这核子的这威胁，无法度解除，西方就无可能讲真正就去参战，无法度真正来甲参战。是，另外一方面，我来请教着教授他拄啊高教授就讲到，欧洲对着这个罗西亚袂放心，但是一方面佫需要伊的天然气，另外呢，印度甲中国尤其是印度，会使讲左右逢源呐，一方面美国也要甲争取，伊迄个叫做什么？全球联盟。一方面，伊佫一直买石油，买到佫俗啊，买到拢存起来。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啊，如果若无补起来，我相信罗西亚，你的判断呢？罗西亚一直佫建落去吗？要补问题是足歹补啊！咱就知影，你讲这个美国然后有足济对这个印度、对中国有足济压力即中国甲罗西亚、印度甲罗西亚，是毋是去遐斗相共？石油一部分但是其他有足济部分，
是毋是和这个罗西亚这个战争的能力会当增强啊，这个延续落去吼，一定要切落长吼。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最近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有安尼报道啊，吼，就是讲这个罗西亚伊这个弹药向这个北韩来采购，吼，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讲，当然，这个罗西亚伊的战争的能力是足济无毋对，但是伊佮继续安尼拍落去，就是讲。一定有这个限制啊，吼，成果也无会啊啦。对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其他的所在来，吼。这个当然这个现金，你比如讲这个石油、天然气一部分，纽西就是讲以这个8月开始，这个不管是这个乌克兰还是这个罗西亚、纽西会当来出口，吼，这个会当阮啊一寡的话费啊，不过罗西亚战争的能力时间拖愈长，伊一定受到影响。而且佫袂当用这个核子武器，吼。所以会在安尼讲，就是讲伊有伊的限制啦，吼，军事的限制、甲政治的限制，吼，外交的限制。外交的限制就是讲，咱这个3月7，140个国家是谴责这个罗西亚来侵略这个乌克兰。40个国家头一讲到就是讲中国啊、印度啊、中立啊，吼，北韩当然就是反对嘛，吼，所以这个战争就是讲，我是认为讲伊个会延续落去，但是伊的规模啊会哪缩小，吼，伊的战争的区域会限制，比如讲欧东地区甲欧南的地区，哦，老师你的预测，对。会缩小伊的战争的范围。是。哦，大家安尼小喘一下，这种感觉啦。哦，我就要来请教到洪总吼，洪总来回答，不要有问题了后，我来请这个线顶吼，咱再度回到咱线顶的魏老师吼来回答吼。请教就洪总吼，他拄林老师所讲的，这个战事吼会缩小，你这种预测，这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会进入到这种境界？咱拄则林老师嘛有讲到吼，北韩想到这个白曲拍出来，买炮弹个爱找到北韩啦，表示讲其他买无。炮弹毋是讲足悬技术的嘛，但是其他的所在买无更较好，只好找这个共产世界剩落尾这几个啦，找这老水。老水呢？北韩讲真诶，真侪物件拢偷偷来台湾买呢。之前我发现讲，有个手机啊吼。是买去，伊买毋是买手机啊，伊买迄 chip， 内面的镜片，可以去做别项。所以有办法，想到无办法的时阵，就是表示讲，罗西亚这个战争，像老师讲的，伊倒退去算盘，算我仓库内底有啥，算我弹药库内底有啥，看拢无，逐项无的时阵，我变哪讲拍一个高强度的战争，全面战争。无可能等去到3月份、4月份迄阵，大家城市拢甲炸，飞弹拍免钱的感觉无，即摆毋是。伊即摆吼，哪咧讲，哪咧讲偷拍，哪咧小学生吼坐伫边啊吼，即个吼，大概拢不爱借我橡皮，不爱借我橡皮擦，我甲牵一个安尼，嘿，一发2发安尼拍。拄人迄指挥官，人国防部长是讲吼，我会一精准啊。精准对，是精准对，但是已经无法度讲探规国啦，吼，可能无法度规国东边拍，中部拍，南边、北边拢同齐拍，做袂到，其实是真正欠物件。拄则像吴老师嘛有讲，就算讲美国要请乌克兰，我所有上好的武器要卖你，但是咧，这有诶真侪爱制作安怎来？制作安怎来？咱讲制作个，袂讲较交会去训练咯。制作后壁是啥？爱有订单，因为尤其美国的武器厂拢是民间的。我是安怎去倒买这咱莫讲晶片，其他的元件就好。嘛是其他的这下游厂商爱做呢。规个供应链爱起来呢。毋是讲话有就有，毋是讲话来就来，毋是讲迄孙悟空一个摸吹来个几千只就出来，无这个代志。所以美国也好，罗西亚嘛好，两个集团拢要请
各自的这个国家的时阵，其实拢咧算这后壁讲是后勤的能力，是，这真重要。那这经过战争啊，这利益者是啥人？到目前为止，利益者以国家来算，来算，就是讲，我认为啦吼，就是讲以这经济吼所取得利益的吼，我点几个国家啦吼，第一个国家我一定点美国嘛，吼，为啥？因为能源吼降输入国变能源输出国，吼，这内底差别足大的吼，为啥？因为欧洲需要能源。吼，所以变讲伊以前爱进口这石油啊啥，免伊即马拢出口，吼，因为欧洲价钱贵嘛，吼，所以这有一大足大利益，吼。第二咧，咱拄有讲过，吼，印度，吼，吼，左右逢源嘛，吼，就自能源以外，伊阁取着吼战略的制高点，吼，啊，阁取着吼这真侪国家的资源，吼。啊，第三咧，吼，咱就讲中国嘛，吼，中国因嘛有取着吼小块利益，为啥？伊咧吼，不管吼，伊咧吼能源取着偌济，另外大家拢无注意是纽息，吼，因为中国咧即摆大量的收购全球的纽息，吼，伊就无需要遐济，但是伊收了60%的全球的纽息咧，伊咧即摆纽息内底操作嘛。先来肯经哎操作，吼，操作啊，所以操作介绍起来的时阵，伊就卖，开始卖，所以伊伫即局内底，吼，伊就变讲，咱讲，吼，这个叫投机者啦，哈，投机分子啦，吼。其实虽然这证书无干伊的代志，虽然伊嘛受美国真大的这限制，吼。但是呢，伊咧这限制内底，吼，伊要摕伊爱的。但是高教授你他讲到，中国在这当中的这个角色吼，搁规工啊，吼，这个因为这个习近平啊，要在乌兹别克甲因的这个普京啊，要来见面，这到底是到背后是啥物情形啊？咱请教到这个林老师。这个习近平要来甲这个普京来见面，在这个战争这个时阵要来见这个面，而且这个习近平啊，在20大进程通常因的惯例是无要出国的呢，这是什么重要的代志？这个消息啦，吼，啊，咱当然爱看这个中国的外交部，普通是安尼讲9月14。哦，伊要去哈萨克，啊，但是今仔日9月12，中国的外交部无有任何的宣布，吼，啊，习近平差不多有3天无出国，吼，啊，伊去香港，若无住喺香港，伊住喺深圳，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习近平是毋是讲会去哈萨克，啊，去乌兹别克参加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也阁毋是讲最后的确定啊，吼。当然讲，伊法度透过这个线上这视讯啦，吼啊，但是因为这个有足这报道，这个报道就是为倒位来，为这个华尔街日报有安尼讲，啊，这个塔斯社有安尼讲，这个罗西亚的塔斯社另外这个哈萨克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有安尼讲，但是更重要是这习近平中国外交部。家己无声，家己，因为一个领导者要出国，伊这20大以前，即个爱有做足这准备啊！吼，一般来讲啊，伊11月，习近平会去这个印尼加去这个曼谷，这个 APEC， 吼啊，伊这个印尼这个G20，这个较有可能啊！啊，是毋是讲伊后日，伊会甲这普丁见面？伊甲普丁见面，伊一定无得一个压力。这普丁一定叫习近平要有相当小停一下哦，的帮助吼。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国际的形象来讲，并不是讲有利啊。啊，美国会更较重的压力伊在中国的身上。是，这来请教着洪总吼，在你的看法，这习近平啊，伊在这个时阵，照理讲应该是行袂开骹哦。啊，而且头早教授也分析讲，这中国外交部，敢若有声阁无声，这可能是安怎？有这个讲法啦，吼，因为有人咧专门咧分析讲，习近平伊即马这个位到底是有偌稳，
这件代志。伊20大要安怎开，是毋是拢抓伫手头拢无问题啊？抓甲好好。有人是讲工派完全拢输啊，吼，过来人事安排拢讲好啊，拢是其实拢是习近平讲的。教练演的，教练是安尼，但是咧，这个过程中是毋是足侪工课爱去做？毋是讲吼反对者的起来，毋是，可能毋是反对者的问题，是足侪摆谱吼，即有的人吼，什么人甲什么人的这个接触，啊，甲什么人甲什么人搭配，啊，后摆工课要安怎做？其实因怎先讲好，因为共产党足重视这计划啦，啥物拢要先计划啦，爱套好啦，顶套好啦，讲共产党上古早伫罗西亚时阵就讲，因讲一个笑话，冷战时期讲，美军要作战的时阵讲安怎吼，安怎判断？伊讲上简单，你看伊有计划个无？有计划就是会拍，无计划就袂拍。伊像安讲，伊讲吼，讲共产党吼连去变数吼，去大号嘛爱先计划，爱写计划。这是军准上做话，但是真正是有这个物件。只是讲咱这伊即款计划无可能写出来。真侪拢是讲，咱今仔会来讲就是说习近平吼，是毋是会出国来甲普京来见面？就是咱来关心着这个战术会当结束的，吼，是毋是会结束？还是再是讲加一个新的这个变数的？尤其呢，在场的这个乌克兰人啊，我们还是要回头来问一下迪马老师，就这场战争哈，对你个人而言，哈，对你个人而言。你的意义是什么？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看有很多人其实是回去到家乡去参加战斗，或者是把自己的亲人赶快带出来。那么你的家人呢？或者你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战争是怎么说？战争不是好事情，好吗？是。然后我的家人就是一部分我的家是在俄罗斯，就是之前的家，然后是我算是我这个混血的孩子。是。但是我跟我的那一块亲戚战争以来就不联系。当然是联系我，他们是变成一部分就是俄罗斯的 propaganda 的一部分，他们，但是我从乌克兰真的看到这战争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是乌克兰没有这个垃圾，没有这个他们说的乌克兰有的东西，有一些房子，但是垃圾跟房子是不一样的，对吗？是，我们就是乌克兰都是战斗奋斗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别的，我们乌克兰就是想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式，就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可以，但是比如说你不能跟你的敌人跟你占领的变成一个盟列，好吗？这个很重要。然后在乌克兰眼睛里，是俄罗斯人都是占领者，就是每一个俄罗斯，如果你支持这个战争，如果你说乌克兰是这样的，乌克兰是有垃圾，乌克兰有这个垃圾主义。都没有。乌克兰一般来说，战争之前很多乌克兰人就是想到，就是俄罗斯可以变成乌克兰的好隔壁，反正是对，反正是顿巴斯，反正是克里米亚的问题，但是反正这个问题可以好谈，然后谈判中确定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说是2022年，我说都是2014年，这是我说的。反正是2014年，乌克兰还是有些幼稚的感觉，还是有这个希望能跟俄罗斯有和平。但是如果现在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和平，不可能的。不可能。对，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帝国，反正之前是帝国。现在也要变成重新的帝国，反正但是帝国是用武器变成的，就是反正占领方式就是帝国的发展方式，所以我说是不同的乌克兰的已经不可能回去到过去的时代了。对，然后我们看到，反正是
在比如说新的 new democracy、new Europe democracy， 比如说波兰就是波罗海的国家，东欧的国家就是比如说波兰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democracy， 自己的革命的方式，但是反正是大部分就是人会被那个政府高官听到的，在俄罗斯好像这个没有办法，没办法这样。是。你可以从下面，比如说，然后你做一些对抗，在乌克兰，在波罗海国家，在新的 democracy 还是都可能的。你可以说，你可以批评你的领导，你可以批评你的当地的领导，但是在俄罗斯真的这个事情都不可能的。是。然后乌克兰有这个可以这个跟俄罗斯很近的关系。经验很长，这是好像是几百年的历史。是。所以乌克兰的那个 DNA 就是 historical DNA 会比哪里更好，哪里比如说我们要看 democracy 是什么样的，就是民族主义的乌克兰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们能看到就是2004年，然后2014年的那个革命的行动，反正是一个 democracy 的有关的行动。但是在俄罗斯，如果有这样的对抗，有这样的 protest， 就是效果反正不会这样的，就被镇压了。反正你不会影响，就是你做什么，你说你都不能影响你的那个高官政府。我帮大家翻译一下哈。那么，迪马老师他所讲的一项代志，就是乌克兰甲罗西亚已经是完全无同款的一种制度。对2014年开始，伫乌克兰开始有这个民主的革命，哈，伊无亲像罗西亚到目前为止，袂当批评家己的领导，袂当讲真心话，所以这是制度上完全无同款的代志。好，对到乌克兰来讲，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好，这对乌克兰来讲，这条路一定要行落去。哦，从此哦，我来请教的高教授哈，这对乌克兰来讲是一种制度性的选择。好，那么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但是对咱台湾来讲，乌克兰的战争哦，三位拢爱来讲哦，对咱台湾来讲的启示是啥物？是。我都有讲过，就是讲乌克兰，伊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存，为了正义，吼，甲为了因国家的独立性。对咱台湾来讲，咱即马还未开始战争，但是战争已经早就开始啊，吼。中国对咱的文攻武吓，吼，从来就毋捌停过，吼。但是咱即马就变讲，去互人烧水只参加啊。慢慢啊定，慢慢啊治，吼。其实有一天，可能咱唔知影倒一天，吼，阿强啊随时拢会开始甲你。所以咱要警觉，咱就爱警觉，因为呢，乌克兰2014年进前，伊拄有讲过，伊嘛无感觉讲，罗西亚会甲因拍哦，伊拄有真正安尼讲过哦，吼，伊叫是讲，罗西亚是一个真好的。好，厝边，好厝边，吼。但是呢，2014年，因又甲侵略，摕克里米亚落来，摕东巴斯落来，是毋是？所以呢，咱袂使放了咱家己的警觉性，因为呢，中国从来都毋捌放弃讲用武力来侵略咱。这咱要注意吼。来请教洪总，你家己的看法？这个战争其实对台湾来讲，真侪人讲，哇，这样远着。这要几啊千公里外。干什么地带？什么地带？我也捌讲过罗西亚文，嘛不要讲乌克兰文。很多台湾人都不会讲乌克兰文或者俄文，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关系。可能迪马可能也会来台湾，可能会有这种 shock。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关心？其实就跟吴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在进行中。这个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无庆机哈，这庆机以外的，无会有味的啦，无啦。你无看到庆记，你无看到庆，无看到当初伫绿树天安门事件迄政车呢，看到人老血安尼，无看到老血。所以这一代呢，咱来警觉。对，电脑爱警觉，因为已经在发生。那么我来请教林老师，对咱台湾的启示，
这启示就是讲，咱爱家己爱把握时间，准备各方面的准备，不一定是战争，但是透过军事，咱像8月74，对中国对台湾东部来发射飞弹同款，所以各种对付台湾的方式，咱都爱准备。是，谢谢。